咱的行政院今仔日开议会，讨论到美国对顶关税因应的策略。6都除了台中市长罗秀燕爱到议会备询，派出到副市长之外，其他5都拢是市长亲身来参加。会中，行政院来报告到880亿出口供应链的支持方案。到底这个880亿要安怎来分配？5都的市长拢有见解。 5都的首长，包括台北市长曾万安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甲高雄市长陈其迈，拢被协调透早准时出席行政议会，为了要参详美国对顶关税因应策略。除了台中市长罗秀燕，因为议会备询由副市长代表，其他双北、桃园、甲台南、高雄，拢是由市长亲身参加。 将前几天我一拜访相关产业界，聆听企业代表的心声，反映给院长以及各部会，扩大对美投资，提醒我们的政府要谨慎行事。 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首长会前会后讲法拢同款，随上今年一天，双北、基隆、桃园都已经组队建立合作平台，佮主张中央运用超定收的这个5283亿来帮助企业。另外，包括其他像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嘛，分别有策略。现在这个包括几位首长他们的这个支持也一定有他们的影响力。中国钢品的低价倾销跟洗产地，也会势必冲击到在欧洲跟东南亚的。 行政院正正在打算推出880亿出口供应链的支持方案，目前拟定方向包括财政部打算要编140亿，用伫贸易用资利息的减码、输出保费的优惠；经济部要用41亿来因应外销贷款优惠保证，甲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加码，也有研发转型的补助，争取海外订单。劳动部是针对就业部分要开150亿，另外一方面，农业部 打算要用180亿用来减码农业贷款的利润。首长大家都有很多共识不要雨天收伞。对于农业，虽然产值不是那么高，但是影响了民众人数非常多，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全力来协助。黄伟特强调讲，会议气氛真好，有共识。6都做伙伫中央，希望讲将关税影响降到最低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